一個不一樣嘅星期一晚上啊，我哋嚟到香港東部嘅一個旅遊區域西貢，可能係而家最出名嘅係行山出海、遊船河、食海鮮。但係呢一晚呢，我哋好好彩呢，就 book 到西貢鄧肇堅運動場去踢波啊！草地質素真係非常之好㗎。同之前交流賽介紹過一樣啦，山長水遠去到一個地方踢波呢，最後當然要食餐好㗎啦。一開始時呢，我哋就講咗去西貢要做咩啊？食海鮮咯。食飽飽離開嘅時候呢，就已經11點啦。有隊員呢，就要盡快回家，所以呢，我哋就即刻試下用八達通 call 車而去 call 的士翻屋企咯。